南投县仁爱乡大雨成灾，山顶的部落亲爱村发生着严重的土石流，对外道路中断，一直到8月初6，这个路才来畅通。即摆上海头上界无力的是，灌入去厝内底的土石，讲这个烂土是直到有30公分悬。这个部落佫拢是老人甲妇女，实在无才调清。村民用手机翕影片，伫网络顶喊救人。村长讲，目前还佫有10户的人家，互土石流淹去。虽然昨有国军入来庄仔来斗清航路，但是因无法度来斗拼徛家。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伸出着援手。南投县政府讲，已经请国军来协助，会进驻着29台大型的机具到部落帮忙清理家园。南投仁爱乡亲爱村的村民，使因家的山鸟清理冲入因厝内这土石啊，一尺高的土石啊，真正真恶清。太阳都已经出来，不知道第几天了，还是没有资源要进来。这影片拢是村民家己翕的，放伫网络的求助真无奈。仁爱乡落大雨，灾情严重，东上山顶的部落土石流冲入庄仔内，道路要断去，7日路通了，大家袂用拼家园，因为脚手无够，动机具又搁无法度入来，灾民无奈。真的不知道怎么清，看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弄。我已经60多岁了呢，快70岁了，我们也怎么处理？而且这个房间本来之前不是这样子的，很干净的。厝内无位通坐，无通休困，灾民只好整理厝外，找一个所在搭一个寮啊来过暝。家里面都是土石，田要什么军方要进来协助，都是有来看，可是还没有进驻了。村长讲，目前了10户，和土石流砍过，真恶清。虽然昨有国军入来斗清巷仔路，不过因无法度协助清理徛家，佮来使清公共场所。庄仔内大部分拢是老大人，因希望讲相关的单位会当斗3工。进入亲爱村的会有29台的机具，村养的话是直接军车，它可以通行的是小型车，就是说现在正在协调。南丰也是一样。县政府已经甲国军协调过，国军早起派大型机具入来到亲爱村，并且分组清理公共场所甲徛家土石啊，协助这些村民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